政理念，2019年政府繼續全力優化多項民生福利措施，關顧弱勢家庭，最低維生指數調升至4230元，繼續對3類弱勢家庭發放特別補助，繼續實行現金分享措施，向永久性居民每人發放1萬元，非永久性居民每人6000元。醫療券、電費補貼、水費補貼將會繼續實行，切實關愛長者，建議養老金調升至3630元，敬老金維持喺9000元，關懷殘疾人士，普通殘疾津貼調升至9000元，特別殘疾津貼調升至18000元。明年將推出新嘅稅務優惠措施，長者同埋符合條件殘疾人士嘅職業稅免稅額調升至198000元。關顧經濟困難家庭嘅學生，除咗發放學費援助，建議按學年調升學習用品津貼，中學生調升至3250元，幼兒同埋小學生調升